个台大认定林志坚的论文是抄袭，嘛是台大教授的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这老师爱负上大责任。这个老师所讲的就是国安局长陈明通。郭文提讲，老师哪会当甲同一份的资料摕互两个学生去写论文呢？郭文提讲，这林志坚绝对毋是个案。伊讲这整个的代志，只会当用丑陋、歹看来形容。另外，郭文提讲，看民进党到目前为止，规党还阁安尼咧挺林志坚是真感慨。伊讲，民进党为着支持选举的胜败，参代代拢要毁掉。伊讲，这已经毋是伊当年所熟悉的民进党咯。请启动。大家排几排，伸手比一个赞。台北市长郭文摕出席市政活动，心情真好。不过，一个问到林志坚的论文风波，伊开始骂人。医学院的教授去看社科院发生这个事情，其实老师要会负最大的责任，因为老师总会把同一份资料给两个学生去写。这两个学生写的东西一模一样，其实老师自己要检讨，怎么会让发毕业证书给他们？唔那以台大教授的身份批评陈明通，应该负起最大责任。郭文摕嘛讲，林志坚绝对唔是个案。这个当然是我们台大的不幸了，我非常清楚的，不是只有林志坚一个了，一狗票。为了全开无得客气，郭文摕拢讲到重点，另外嘛针对民进党继续咧维护林志坚的行动，看甲袂做咧。只能说现在民进党已经不是我当年认识的民进党。为了一时的选举的胜败，你知道吗？你连台湾大学都要攻击、都要毁掉，这实在是，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长期利益了，这是有无奈了我看感伤的成分更多，整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：ugly。那郭文摕无奈痛心，身为台大校友的前立委黄国昌嘛批评讲，林志坚认为台大突袭的讲法根本是胡白讲，民进党唔通为了一时的选举以人私利，用政治摧毁台大学术的公信力。台大人唔甘学校名声受损害，纷纷开炮。大家拢咧等台大后一步，也就是陈明通教授的调查结果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